总统大选上面总统候选人陆龟山忙的去客家中，会争取乡亲的支持。蔡英文透过台上线治理，许多一路以来本人看作南洋票仓的土种苗，去客家中同乡亲群起嚟座谈，为打造出后生客家五星的形象。那为马英九先前也有去客家中许多苗栗 homestay， 政坛老将宋楚瑜也系非常注意客家中，去嘅来讲以慎重应。推动嘅客家种建设，和并过任何机会来共享。候选人路上会对语言文化同信仰帮群同乡亲嘅起立。大家好，我係蔡英文，我係客家妹。乃十分傻皮呀！看到俺都係鄉親。 三组总统候选人去到客家中，傻傻都笑眯眯的，同乡亲阿叔没有好问，但是唔拉力就双数卡黑啦。无论合法广东用的，听说爱用合法同乡亲问好，希望对乡亲新冠调度留下好印象。另外去到客家中，没听说爱去供庙参拜，三党候选人都希望打破语言同信仰来加深客家族群的认同。把焦点放在客家族群的乡亲，或者是习俗，或者是连他的血缘，甚至于他讲语言甚至于会穿他的服装各种不同的社会符号都会出现主要还是要赢得画面，也要赢得选民的支持吧。 无论参加客家综合，还是去到客家族，马英九总系自信的展现好嘅旗下人的合法，韩国参加政事也多年来经营出来嘅群众魅力。多位客家族总系想到乡亲，by列嚟要求抢名向下翕相。挨埋喺客家自己啊！客家總統。有民眾上來師傅，佢也唔會呢些，就老其是落度，一到鄉親印象都當成。 對人客家人以好啊，伊幫忙啊，伊照顧人哋人民啊，要客家話講嗎？要，按叫學到講一張了。馬英九先生從1998年走上選舉的路來，他其實這個選舉的準備，他已經花了很多時間在歷練了。所以這個熟悉的情況之下，你也可以看到馬先生在這個相對於蔡女士來講，在客語的這個語言上面，馬英九先生是要熟練許多的。 現在親密結婚，馬英九在個去到客家莊 homestay 體驗客家莊嘅生活同鄉親交配，比起來蔡英文唔多曉得講客，不過有客家血緣，用客家妹嘅身份爭取客家族群嘅認同。佢現在韓國台三線歸路嘅拜訪客家莊，希望將台三線變作充滿客家風情嘅浪漫台三線。我們姑且叫做鄉村的文藝復興吧，可以轉化成一種產業的經濟。 延伸向決定發布嘅去客家莊開展談條，希望鄉親感受到佢對客家文化熱情。韓國一擺又一擺來談鄉親嘅建議，展現出五星嘅溫柔同感性。他幾千格就能夠吸收到那個資訊，好，然後他的反應人家親和，但是到底嘅客家人就個親近感嘛樣嘅。好，所以講佢客家妹人都。 講公司做得到，我意味就講有一天嘅長度嚟講，佢成功，佢有辦法。都講客家莊佢冇影響力，一下就有辦法切落去。蔡英文圖評論從後還帶定客家阿婆送佢嘅肉脆嘅，希望鄉親看得到佢對客家嘅創新，同兩個政壇相比來比，真是經驗豐富嘅宋楚瑜唔但搶曉得講客，還懂上網找客家莊爭取鄉親嘅支持。人民係細事情。 就應該係成長係大事情。佢行動記得做成長嘅時節推動嘅客家莊建設，唔但將得到苗栗前縣長傅學平嘅支持，亦希望鄉親在個免去送成長時做個安多馬介。宋楚瑜出來，我們有最好的譴責，因為他很照顧我們客家人。他確實在省長期間所做的這種地方建設確實是還不錯了哈，我想這一點對他來講肯定是有加分肯定是有加分。一擺體現三組候選人啲血緣、語言同信仰方上網向鄉親表示自家客家身份老認同，唔過愛將鄉親嘅認同變做選票，候選人還愛提出客家議題嘅客家政策。客家新聞范權份陳鳳美台北報道。